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？大概快1整天了吧。你一直都在这里。嗯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的伤应该恢复了。温姑娘的药真是太灵验了。冷公子，你有没有暖一点？如果你要我穿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我就算是冷死了，我也不回来。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一定饿了吧？来，多吃点。你吃了吗？吃了。那你再吃一个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你分明就是撒谎，你根本就没吃。把它吃了吧。还有，谢谢你这肃杀产衣，你把它穿上，它可以保你性命。你的伤才刚好，你干嘛脱下来啊？你不会武功，你穿上。你穿。我让你穿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？一会儿叫人吃东西，一会儿叫人穿衣服。你穿回去。穿回去。叫你穿你就穿啊！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我关心你。时辰到了，开始吧。怎么办？如果现在救他，就会提早暴露身份。要是这时候混战起来，我孤身一人，就不好救紫罗公主了。你怎么了？还不快点！师傅，这个刀好像不够锋利。这刀削铁如泥，你的肉是什么做的？早知道你有这一招，竟想加害师傅。我没有想要加害你，我只是想试试我初学的毒掌而已。不管你是真还是假，你这条胳膊我是要定了。我忘了告诉你，你练的毒手阎罗秘籍是个副本，正本在我这里。练副本的人，每天必须吸取毒蛇、蟾蜍、蝎子身上的毒汁，维持生命，否则必死无疑。还有，吸毒的瘾，让你以后生不如死，即使死了，也是七窍流血，全身腐烂。温如玉，你心肠太狠毒。不写，在，取他胳膊。是。教主，吉时到了，该给教主和少主举行大婚了。吉时到了，无常在哪儿？不写，快去找无常回来。师傅，
这吉时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看要不然就让我替二师弟来拜堂吧。就算无常不在，也轮不到你。是，教主，吉时到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今夜就一箭双雕，两女一妻一妾一起拜堂。我先留着你的胳膊，待成亲之后再娶。走。公主，该出去拜堂了。公主，跟我走。铁手，公主，别说了，我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。走，这边。准备，追！外面发生什么事？教主，教主，紫罗公主和姬瑶花被铁手带走了。什么？他们设下陷阱，外面乱成一团粥。岂有此理！把他们给我抓回来！是。没事吧？回命！血，你还没死！无情的眼睛被他弄瞎了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温如玉，你洞口的毒蛇猛兽都被我给收拾了，现在就差收拾你这个怪物了。收拾我？哼！我这5只飞鸟，乃是本教的神鸟，所以才叫五毒灵教。它们的羽毛、五爪沾满了毒，只要我拔下一根灵毛，在你们脸上轻轻一揉，你们就马上没命。上！走！追！
鸟大哥，我知道你全家都被温如玉给杀死了，对吧？那你一定恨死他了，为什么还要帮他做坏事呢？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帮你，你想要自由，对吧？那你一定要帮我们呢，啊！鸟大哥，快点跟你的伙伴们一起去帮我们咬坏人呢，快去啊！咬他，咬他！畜生！畜生，忘我对你们这么好，去死！飞鸟大哥，去捉那个最坏的人！师傅，小心！飞鸟大哥，谢谢你们。你这个叛徒，竟敢这样对我！忘了告诉你，你儿子也让我给杀了。丫头，快帮我拿解药！师傅中了飞鸟的爪毒。师傅，你说过做人要靠自己，还有要黑得彻底。现在徒儿恐怕是爱莫能助。你背叛师门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现在没有好下场的人是你。你到底给他们下了什么毒？把解药交出来！他的怀里有5毒秘籍，所有的解药都在那个里面。这回铁手有救了。说，玉玺失踪的事情一定和你有关系。你别杀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快说！他是一个……怎么回事啊？5毒灵教的毒这么恶毒啊，人在瞬间就灰飞烟灭了。不，这是锁骨明法。这种西域的奇术失传已久，怎么会突然出现？冷却！冷哥哥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公主，我没事。冷哥哥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公主，我为什么会感到心里难受呢？谢谢你如此看重冷血。现在没事了，我还有正事要办。楚离墨，我们不是说好要去救温姑娘的吗？嗯，走吧。公主，冷血说的对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做。哎，这个可以救你，无情，
还有客栈的人。铁手哥哥，这回你有救了。姨，你手怎么了？怎么在抖？我没事。哎，我们赶紧去客栈好不好？啊，走。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。看到你伤成这样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追命说你们掉下了悬崖，幸亏我们得到一位奇女子相救，才能平安回来。吴清，你放心吧，这个解药只要多敷几次，你的眼伤一定会痊愈的。你一定要好起来。我最担心的不是我这双眼，而是如烟姑娘。她还是像之前一样，还是完全不能动吗？吴清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眼伤治好，这样才可以保护别人。如烟姑娘的病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千香百味的解药。什么？找到解药了？那你们快把解药给我！哎，你先别激动，这药还在煮呢。你先把自己的病治好，坐下来。冷雪，李牧，谢谢你。这群人喝了药，真的会好起来吗？这些药是按照5毒秘籍药方煎成，相信可行。铁手哥哥，你的药煎好了，你喝完就可以解你体内的10里毒霜了。谢谢你。哇，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铁手哥哥肯定非常喜欢。我现在什么样子啊？铁手哥哥喜欢的样子。姨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我要是没有这毒手阎罗掌，自然可以跟他相配。可是，我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毒女。干嘛整天跟着我冷哥哥？我去帮忙。冷哥哥，你一回来就跑到无情那儿去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冷血和无情是兄弟，现在无情的眼睛瞎了，他怎么会不担心啊？铁手，你的伤没事吧？一点点小伤，不碍事的，喝了药自然就会好。你关心这个关心那个，你怎么就不关心我好不好呢？哎，冷血他……林墨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冷哥哥，你放下他！冷哥哥，你放下他！你放下他！冷哥哥，你怎么不管我生没生病啊？我不许你照顾这个破丫鬟！公主，你不要再吵了，她已经病了。那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公主，你跟我出来，出来，我告诉你。糟了，温老贼的诅咒起作用了。毒手阎罗掌必须每天从蟾蜍毒蛇身上吸取毒液，才能维持性命。我还得用毒爪把这些毒液打出去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样下去，我会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毒女。如果不吸毒液，我就会慢慢的七孔流血，全身腐烂而身亡。我现在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毒女。
依依，我看你很久没有回来，到处找你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来忙些东西啊。你喝完那个药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？哦，我喝完以后已经好多了。现在五毒灵教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决定改邪归正，和你们四大名捕一起闯荡江湖。真的？依依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很开心。哎，痛！我没有使劲儿啊。你怎么了？我这些黑点是怎么回事？你在练毒手阎罗掌，而且已经有了毒瘾。是因为你，我才变成这样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我，所以我才觉得内疚。你不要内疚，我会好好控制毒掌的。对了，五毒秘籍里面有没有解药可以救你？这跟你们中的毒不一样，这个毒无药可救。应该是。这样下去，他迟早完蛋。他是为了我才变成这样。我现在只希望他真的可以好好控制这毒瘾。是啊。季姐姐，你何苦为这种事情生气？你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。依我看，我们回京城不要查案了，先找个大夫给你治病要紧。对呀，就算诸葛大人知道实情，他也不会怪罪下来的。别人不在乎你，你自己一定要爱惜自己啊！没想到，我跟冷大哥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却抵不过他和楚离墨这几个月的感情。姐姐，你又何必在乎一个冷血呢？你是堂堂前金大人的女儿，何愁找不到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？冷大哥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你是想赌一赌吧？你把赌注全部压在冷血大哥身上，值得吗？为了我所爱的人，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就算被伤到遍体鳞伤，我也觉得是值得的。至少不会再有遗憾。到那时候，你已经遍体鳞伤了。假如到那时候冷血回心转意，愿意把姐姐放在心上，那姐姐你……但这样太辛苦了。是好是坏，这都是天意，也是我既要花的精力。你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我让大夫给你开了一些调理湿毒的药，喝了吧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要不是你救我一命，我才不会对你这么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可别放在心上啊。我是误打误撞的，才不是刻意要救你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去看下其他人。啊，无形公子呢？他好一点没有？他在如烟姑娘的房间里，你去吧。
无情公子，李梦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我担心你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解药，可他一直被困在这个破笼子里，不省人事。就算有药，他也不能服下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真的很难受。你先别着急啊，这里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大家都会帮你和如烟姑娘想办法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要把你的眼伤给养好，这样你才真的能帮得了如烟姑娘。你们喝了解药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多了。我感觉双手有力了，就连呼吸也顺畅多了。太好了，这说明解药起作用了。多谢各位救命之恩啊！多谢。不用谢。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多喝水啊。哎，好。来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大家都好了，我们却没有办法帮无情去救如烟。安王妃中了千香百味之毒，如果不吃解药，她早晚……不如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安王爷，也许还有机会救王妃的命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等你们回来之后，恐怕安王妃早就不行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我去看一下无情。你是谁？我奉安王爷之命保护王妃，请你们离开这里。奴奴，冷大哥，你就是冷血的丫鬟楚离墨。奴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奉安王爷之命保护王妃。你在替安世耿做事。我现在是安王府的统领，负责接管这里，而你只不过是神侯府区区一个捕快，管不着这里。你为什么替安世耿做事？你知道安世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你这叫误入歧途！误入歧途，认贼作父的人是你。既然你不愿意报仇，那就由我来做。灭族之仇我没有忘记，但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吧？灭族的事情不需要你一个人去承担。如果你愿意承担，你早就想尽办法去报仇了，我也不用进安王府。奴奴，你怎么就这么天真呢？安世耿是在利用你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冷血公子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走吧。还有你，我不会走，我要守着如烟，还要给她喂药。你替我把紫金笼打开。笑话，我凭什么给你打开？奴奴姑娘，你就发发善心，把那个笼子打开吧。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臭丫头，小心我收拾你。奴奴，我以狼族王子的身份命令你，把这个紫金笼打开。你还记得你是狼族的王子？那念在我们同族的情谊上，我请你帮我打开。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笼子。你到底开是不开？我不开，你杀了我！算了，冷公子，我看他说的是真的，不然的话，温如玉早就把安王妃给带走了。那我问你，安王妃为何要去陇西？安王爷被鬼魅所扰，夜不能寐，王妃为王爷去陇西祈福。那为何会囚禁在笼中？为了保护王妃的安全，怕有些人伤害王妃。我的职责所在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安王妃现在被关在笼子里，无情公子的眼睛又瞎了，他又不能做什么，你就让他留下来吧。不行，能不能把无情请出去，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那好吧，我只允许无情一个人进出这个屋子，其他人都不许进来。我们走。如烟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吃了王爷给的药，还好。以后的日子，本王会暗中保护你。不过，你必须得听我的话。是。
谁？原来是王爷。你回来，四大名捕有没有怀疑？暂时没有，他们觉得我回来保护王妃是理所应当的。那就好。今天你见到了冷血，对吗？是。他以前可是你的主人。奴奴的主人只有安王爷一个，我跟冷血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狼族的王子，你怎么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呢？冷血认贼作父，我和他已经断绝了主仆之情、族人之义。奴奴就是奴奴，冷血就是冷血，毫无瓜葛。看来我真的是没有看错你。只要你好好做事，本王一定帮你完成复仇大业。应该是无情给王妃送药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进来。诺诺姑娘，这是我给王妃新煎的药，让我进去一下吧。去吧。那麻烦诺诺姑娘带我一下。诺诺姑娘，我要给如烟喂药，你能不能把紫金笼打开？我说过了，我打不开。你要我重复多少次？如烟，我给你送药来了。如烟，我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，你认得我的声音，你知道我是谁。原来无情认识如烟。他对如烟情深如此，难道这么多年来，一直藏在如烟心里的人就是无情？无情，如烟，你终于醒了。如烟，来，先把药喝了。你很思念我吗？对，我一直思念你。我想你想得很苦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我们是如何相识的吗？当然记得。那一年，桃花盛开，我走在大街上，你从我身边走过，随后，我们两个看着一幅画。从那天开始，你的笑就长留在我的心里。那一刻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终身所爱。那你还记得你曾经牵过我的手，亲过我吗？我第一次牵你的手，是在你送给我清风玉笛的那天。你可爱的笑容，使我忍不住想要抱着你。之后，我就大着胆子牵过你的手，把你抱入我怀中。那时你低着头，我嗅到你身上的香气，就按耐不住的亲了你一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。这个清风玉笛，就如同是你，一直陪伴着我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那时候我们天天见面，你说过，我们一辈子
长相厮守，一生永不分离。那是你说的，我永远都记在心里，永远都记着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如烟，如烟，如烟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爱听吗？当年你突然要跟我分开，说要嫁人，结果却在花轿里自尽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些年，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。如烟，你说说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烟，如烟，你说呀！如烟，如烟，如烟，你说话呀！如烟，如烟，如烟。紫罗公主，你找我啊？我要住你的房间，你把屋给我腾出来。我住那儿是为了方便给无情公子换药，我还不知道你假公济私。公主，冷哥哥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要睡他的屋，我要住你隔壁。李默，你把房间让给公主。那我住哪里啊？你过来住我的房间。走啊！我看我还是去找蝴蝶、海棠他们，跟他们挤挤吧。你确定他们想跟你挤吗？你敢和他们挤吗？有了，我呢睡这儿打地铺。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哎，不成，我是丫鬟，我应该睡。你体内有尸毒，你忘了你还晕倒了吗？怎么对我这么好呢？我不是想对你好，只是你生病了，会很麻烦。还有啊，在我临出发前，师叔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，好好的保护你。你又想用读心术是吧？这诸葛大人可没让你这样抱着我。